昨中华有新增加13例本土病例，也有2例是找无感染源，所以这2天国军的化学兵已经赶紧去中华消毒。中华县27天增加13例确诊，计共有124例本土个案，其中为水沟上传出来感染，佫增加7例；艋舺家族增加1例，桃园转来的个案均数有2例，参台北转来的大学生有关系的是1例。另外，也有2例目前找无感染源，其中有几个确诊都是居家隔离的对象。那这个居家隔离者发病是我们可以掌控的，因为基本上他遵守这些居家隔离的规定，他传染不会传染到他家户以外的范围。那这些居家隔离个案既然会发病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在接触者第一次采检阴性，并不表示说你之后没有罹病的风险。卫生局长叶建平提醒，因为潜伏期有14天，采检第一遍是阴性嘛，袂当无惊心，同款爱遵守防疫规定，才会当有效降低传染的几率。另外，为着配合防疫，县政府也宣布，县内的旅客服务中心、参观光公车路线全拢暂停服务。暂停服务的区块有包括到我们彰化火车站的旅游中心、员林火车站、二水火车站以及高铁彰化站、鹿港南区旅游服务中心，还有王功渔港的服务中心，通通从即日起到6月14号，通通都禁止服务。最主要就是要拜托大家，通通宅在家里面，不要乱跑。让我们整个疫情都能够稳住下来。除了呼吁民众唔通四界去，陆军化学兵这2天也出动协助消毒彰化市的区域，主要是针对确诊者的脚趾、学校附近加主要的车路边进行消毒，唔望当赶紧控制疫情，防止病毒继续传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